Cilantro。林峰啊，聽講話你好中意飲威士忌嘅喎，咁啊屋企仲好多珍藏添。冇。咁你對 whisky 有乜睇法啊？我諗唔止我，好多香港人都飲 whisky 嘅，都會揀 Scotch 咯。因為除咗好多 brand 都比較出名啦，亦都有唔同嘅 region 可以選擇啦。所以我成日都會試唔同嘅 whisky。咁啊，坊間有好多 whisky 都係喺蘇格蘭釀製，然後直接送嚟香港啦。不過呢支就特別啦，我覺得會好啱你嘅。睇真啲呢支咧就冇印到年份嘅，我估應該就係調和威士忌。哇，識飲真係識飲喎！希路斯呢支威士忌咧，佢最大嘅賣點就係喺蘇格蘭用呢個 bourbon 桶嚟到釀製嘅。咁啊，釀製完咗之後咧，再送去法國用乾邑桶嚟到完成成個陳釀嘅程序。你覺得味道點啊？呢杯希路斯 Classic 咧，嗰啲平時我飲開嘅 Scotch 多一陣特別嘅香味啦，入口好柔滑啦，同埋個前段都幾 fresh。我飲 whisky 咧，通常有分前中後三段，入口層次要豐富，尾段咧回甘。呢隻我覺得唔錯。其實個酒你入口咧，你會 feel 到由中段開始咧，有陣好吸引嘅奶油同埋雲呢拿香草味，酒體整體係圓潤柔滑嘅。飲真啲個 finish 有陣木質嘅煙燻味，個口感再飽滿啲，而且好 long lasting。細緻位又點知咁簡單啊 ？feel 下個樽身設計啊！好靚啊！首先，即係平時我哋飲開 whisky 咧，即係通常正常嘅 whisky 都係就咁貼張 label，但係呢個唔同，呢個係有烤花嘅，有兩款唔同嘅電鍍顏色，有玫瑰金啦同埋金色，所以外表咁 grand， 我除咗自己收藏之外咧，一定會買嚟送俾朋友。係啊，你覺唔覺得呢支金色太陽神成個金獎座咁咧？的而且確係。另外呢支希路斯嘅玫瑰金 Master 咧，一樣係好 grand 嘅。你會 feel 到咧，其實佢嗰個 bourbon 桶咧，令到 whisky 嗰個金桔同埋果香味會 sharp 啲嘅。而另外咧，乾邑桶咧就會帶出嗰啲好似提子乾啊、橙皮啊同埋蜂蜜嗰種感覺。所以證明咗工藝係勝於一切，一個品牌可以有兩種唔同嘅風味。冇錯，咁靚嘅酒，不如飲多杯啦。Cilantro。